导火这间民体，这个平常时咧做资源回收，门口拢囤大量的回收物，所以这个火一个烧，真紧就来炭烧到隔壁2间厝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8个人受伤。讲这个导火点，疑似是1楼的插座。当地里长讲，伊平常时就会劝导这户人家，唔通伫门口囤遐尼侪杂物，但是劝导无效，想袂到悲剧真正发生了，一把火，互这个厝主的太太失去着性命。上厕所，然后听到乒乒乓乓、乒乒乓乓，我打开窗户一看，外面都是浓烟，就赶快下楼，打开大门冲出来。住户一个想起火灾发生的当时，还会惊，因为火真正是有够猛。很紧张啊，就是刚好在救我阿妈出来，啊，我弟跟我弟一起在阳台等待救援。火疗科人员相机贴伫导火人家住1楼，本来放电视的所在一直翕相，这可能是导火点。那个资源回收常常堆积在他的住家门口哈，那常常被我们附近的民众在做检举的，才会造成这次的这个火灾焚烧那个速度那么快这样子。这栋伫台中美村路2段人家厝透早火烧厝，去烧到隔壁2栋厝，造成导火所在。一个月5个人，一对老翁某甲伊的大伯后生查某囝拢受伤，其中老太太妹夫走出来不幸煞亡生，隔壁住户。第2栋一家伙2个人有走出来，第3栋一家伙4人由警消人员甲救出来，砸着伤送去病院治疗。导火透天厝是边缘户，平常时会收一寡资源回收伫卖，所以讲门口时常囤一寡回收物。里长嘛时常接到厝边隔壁的反映，可劝几摆嘛无效。一摆火烧厝才会烧到遮严重，至少讲1个人死亡，加在厝边隔壁6个人拢导火一劫，敢若轻伤尔。